时代力量的内部救济就是由仲裁委员来审议，就是说，像刚才所讲的，由社会上面有名望的或者是专业知识的专家来审议，就是说纪律委员会本身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以及正确性。那如果对这个部分仍有疑虑的话呢，能够就是去寻求法律的，就是司法的，就是走法律途径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会由法院来审理相关的程序，这样保障他的权益。接下来就是会请给那个中选会，然后去启动郑秀玲的地府作业。是的，那在确定除名之后呢，然后当然后续还有一些程序要走，比如说将理由书送达，那还有将除名的决议，然后送交中选会，那也将地府的行文呢送到中选会，那就会由郑秀玲老师来地府。我们会尽快处理，因为现在会期已经在进行所以我们会尽快的让郑老师能够在会期就开始就可以参与这个立法院的运作。首先，我必须要说，我自担任立委以后，就从未担任任何协会的理监事，而目前我仅有公益协会以及罕见疾病的协会的荣誉职。我必须严正的澄清，在立法院行使职权，我无时无刻都为原住民权利而努力，充分授权给办公室同仁，服务民众，解决问题。在绿能案审查的过程当中，我也并未针对个案进行施压跟官宣。至于有心人用不当的连结、种种充满恶意的无端指控，我不能接受。我在这里用生命来证明，从上任立法委员以来，为原住民族争取的权益、福利，每一项补助，从来没有1毛钱落进我的口袋。但是针对服务团队涉及绿能风波，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高度用国会办公室即日起全面解编。我有权，或是我的选票很多，而是因为在我身上看到一个新生的政党时代力量的价值。过去我为了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权益，单枪匹马挑战东部腐败的政治。当时我一无所有，但是充满斗志、冲劲，一心想改变这个世界。时代力量看到原住民族新的认同，我才有机会当上不分区立委，为族人、为部落、为整个族群服务，推动原住民族权益。至今，我自成清白。只要身为立法委员的一天，我就会在国会为60万原住民族人民奋斗，争取原住民族的权益跟福祉。我个人的去留是想，但我也必须说明来龙去脉。最后，